如果你身上没有的话呢，别人说黑色呢也不会变成黑色。在微博上就是会不会呢？基本上都我不会，但是有个别的一些，就我这样能帮助上的有这种需要的时候呢，就找这个人。这样的评论您就会去私入他？我尽量的去寻找，就去观察。那万一是骗子呢？这是我有我的一种观察方法。我也是上过很多当，所以说我现在我通过很多的方式来，就见证以后呢，我会帮助。那受骗之后的话，会损失您对，就是说还是这种陌生人寻求帮助的这种意愿吗？没有，我相信这是个别人的行为，所以我们不应该一个人就干了一些坏事，从此之后对所有的一概而论的话，这是不科学的一种行为。在你拍《致青春》的时候，好像有一段时间资金缺口特别大。通过那件事情，你有没有改变对金钱的态度和看法？我对金钱的看法一直是觉得，如果太多的话，或者追求的太厉害的话，是一种痛苦。金钱还是应该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加有意义，而不是说是太沉迷于这种物质生活吧。就像堪布之前说的，你走了以后一分钱都带不走。我从来都是这种感觉，挣再多的钱，银行存款再多，当你走的时候，一分钱也不是你的，也没花掉的更不是你的。那你能花多少钱？你一生能用多少钱？你仔细算算也就那么多。那我想知道堪布，比如说作为一个出家人的话，您有为金钱犯愁的时候吗？本身出家人对这个金钱呢，也应该就是不会有很多的执着。但我现在就经常感觉到，就真正的这个金钱的价值呢，我们能帮助一些贫穷的人。我经常资助一些大学生，那这个大学生本来是读不起书，然后通过这个金钱，就是他真正能读得上学的时候呢，我就心里觉得这就是真正的金钱的意义。你们什么时候感觉到这种时间流逝的加快的？比如赵薇，因为作为一个女演员来说的话，应该会经常面临着就是大家对你容颜的注视，然后你自己也会经常照镜子。我特别少照镜子，真的。逃避是吗？不是逃避，我真的是我这个习惯跟男的，可能男的有的比我爱照镜子，我非常不喜欢照镜子，我就顶多每天早上洗脸擦个油的时候照一下。然后我一天基本上都不太会照镜子，而且我演戏的时候常常哭啊，乱七八糟要补妆，我正哭的兴起的时候，不要给我补妆，别让别打扰我。对呀，所以我经常有时候就是形象上不太完美，也跟我这个要求比较的这种，我非常的不爱世俗的美，这是真的。那你爱的是什么方面的美？人性的光辉啊，不。那你怕衰老吗？我一直都知道一定会老，一定会满脸皱纹，一定会别人说啊他以前曾经怎样怎样。我一直就是说，我到现在我的脸也没有打过任何的所谓的什么美容针啊，什么玻尿酸啊，什么现在很流行打的就是白白嫩嫩的这种哈。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她未来最好的美容品就是她的气质与修养。当然了，因为一个女人老了以后，你如果气质或者修养它不断加深，会让你变得非常非常的美丽。我希望有一天皱纹也可以很美丽这样的。那堪布呢？因为时间的流逝对每个人来讲非常的快。刚刚我12年前就是我想翻译一部论，结果一下子就过了12年了。前两天刚刚翻译完，时间过得那么快。不知不觉，尤其是现在可能事情比较多，过得特别快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我想是什么时候死？其实我对死的一些问题的话呢，像我们修行人、出家人，就是在这方面就关心的比较多一点。我想问那个赵薇的话，那死亡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什么打算，或者你会不会恐惧？
就对于死亡的这个问题呢，我也是比较感兴趣的这样的，对，因为好像人一生下来就被教育成对于死亡充满了恐惧跟害怕，但是世界上并没有任何一个人真正去走过死亡，回头告诉你死亡是什么。因为没有人告诉你，所以我们所有的人类就惶惶不可终日，觉得那一天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天到来。其实我对死亡还有一些非常美丽的幻想，我觉得也许人类的死亡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开始，是一个真正的就是所谓达到一个非常高境界的一个幸福感。但是呢，这个秘密不能让人类知道，这是我的猜想哈。因为面对死亡，你可以有800种态度，但我觉得我挺喜欢我这种直觉产生的态度，对啊。因为你们经常也坐飞机嘛，发生这种飞机大幅度颠簸，那会儿的时候，你发生过恐惧吗？人跟人真的是各异的这样的。其实我昨天刚从法国飞回来，然后飞机在跑道上突然接到通知，要回到起点，因为它的那个引擎出现了问题要检查。然后当时我就觉得特别平静，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碰到这样的事情，是无可避免的，就像死亡的来临，如果无可避免，那就用一个平静的心态去接受它吧。